正前细老年保虐待囡仔致死案引起社会公论，卫生部公布上新的年保访视指引，讲每一年上无都要去访视6届，佮要评估年保的身心状态，避免囡仔去互受到不当对待。新制度嘛对即时开始实施。 四楼年母姊妹啊，加一岁半的查甫囡仔凯凯虐待致死亡案，引起全民对托育安全的重视。卫生部进前公告，上新版的年母访视指引采用分级访视，佮提高专业托、夜托、特殊需求儿童者的访视次数，佮较明确定出访视的观察重点。 它会让访员知道我究竟应该要打开哪些资料夹，哪些资料夹不能被遗漏，有助于整个居家托育的品质管理跟风险降低。可以观察到的照顾品质的面向，已经尽可能的罗列出来，但是我们认为必须要做全国访视辅导员的在职训练。 新版的年母访视指引伫类型改造一般访视加加强访视，次数为每年至少4届提高到6届。 头一届收托儿童1年以上采用一般访视，加强访视是专业夜托，也是有特殊需求的囡仔，因1年至少爱访视6届。伫这个同时，也明确列出观察重点，必须要了解年母伊的身心状况，也佮有囡仔互人无适当对待可能的情况，遮的风险。 一个访视员要负责辅导访视60位保姆，提升访视的次数，其实相应的就会增加访员的工作量，应该也要挹注相应的资源，降低他们一些比较无谓的行政工作，增加访视辅导员的人力，去降低他们的访视比，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充分的在保姆家进行观察。 社会团体肯定新指引是托育管理的重要里程，不过嘛认定必须要设置配套措施。卫生部指出，1、5、5月底会针对居家托育服务中心的访视辅导员进行沟通训练，在注重环境加设备的同时，加入观察囡仔的生活状态，希望会当降低儿童虐待发生的风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